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浙江确诊的病例数是继续咧增加，目前已经超过800例。敢若确属乌北省，专家判断当地已经出现社区的感染。拄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开记者会，咱做伙来听看卖。好，大家前2天知道我们在温州市，已经有相关的一个交通这样的一个管制的措施。进来杭州也进到这样子，而且案例也进到829例，829例的案例，持续进展的非常的快，所以我们也决定我们的专家会议决定将我们浙江列入我们的2级流行的区域，要实施陆运。他们实施的陆运管制限制居民的活动，所以我们要把它作为2级流行区域。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从浙江进来的，都会列入我们的居家检疫14天这样的一个措施里面。我国政府将从2月7日起，针对14日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，采取入境的限制和签证的管制措施。这是为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持续扩大，确保国内公卫安全，强化人流入境控管，将采取以下的措施。第一点，从2月7日开始，过去14日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外籍人士将禁止入境我国。